花莲这几年，这沙坡车甲 SUP 徛船活动呢是真接发生，说因为讲有收钱，除了一般营业税以外，花莲县政府地方税务局也开始要对相关业者扣5%税咯。就议员认为讲，县政府也是爱好好管理，唔通让这个活动变做是地方的问题。 即卖疫情转好，甲水域开放，花莲这几年来，沙坡车甲插口船这活动开始流行。尤其伫新城乡、秀里乡的海沙坡，世界人看到这娱乐活动，因为有收钱，所以县府对业者扣5%税。那我们现在课征娱乐税的是按那个收费额的5%来课。哦，那目前为止我们经过统计花莲县现在有19家业者在课税中。 税务局强调，包含沙坡车、建造船，这新的娱乐事业，其实为110年都扣税，110年总共高40几万的娱乐税，业者也大部分愿意配合。政府说他要课娱乐税5%，这个部分我们倒是可以接受但是不能就是说课得太重因为有时候创业维艰嘛。 不过有议员指出，扣娱乐税并不是保护伞，县府既然有扣税，就应该好好管理甲辅导业者，不应该让这个新的娱乐事业成做地方头疼问题。税务局有没有做查核的动作？那这是一个角度。但第二个角度就是说，当你收取这个娱乐税的时候，你有没有辅导管理？否则会比较像是收取保护费的概念。 地方税务局是呼吁业者注意，娱乐税甲营业税无同，业者应申请代订手续，若查到无交，除了按补交税以外，还阁罚15000以上15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